西區好多剛需嘅粉絲都在這裡安了家。為什麼？因為6800就有120方嘅3+1，10米嘅長陽台，而且一共有3個陽台，真係靚到啪啪聲。物業1.5塊，綠化也有40%，當然 Sandy 能過來看的缺點肯定少不了。雖然全部都係小高層，但係樓齡都有17年啦。人車不分流，但對於騎小毛驢來說，都算係件好事。這裡的車庫缺點就是有一部分不能直達樓上，不過呢棟還好，直接可以上去。如果要裝好一套單位，咁喺軟裝方面花費至多嘅就係呢啲訂製櫃。入門一個陽台，廚房也有個陽台，加上南向10米大陽台。你說屋裡有沒有缺點？那必須的，看完房間告訴你。2個朝南的房間連着陽台，整屋都通風，冇發現採光唔好嘅問題。朝北的這個也看着園林。出嚟呢個位置3米乘1.7米，完全足夠做個加一房。成間屋我搵唔到咩缺點，除咗低樓層，剛需嘅預算4房嘅面積，你覺得點？